一起跳吗？我们俩一起拍。估计是一起跳。我也喜欢跳这个。这个跳我好喜欢，刚刚那个啊，一起跳吗？刚刚那个一，那我会跳吗？不用。那个歌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叫啥。刚刚你一放就。就是那个。谢谢边家边家，送来的谢谢，谢谢感谢，怎么说？俺那里把大腿跳。谢谢点赞，感谢送来的。你没有玩过那个，知道是什么意思？哎呦，感谢。我先放一下。开始。这是苏拉的。让他们两个再吹吧啊！他们俩吹吧，你给跳起去。给你唱歌啊！跟着跳吧。你阿姐干嘛？你怎么那么辛苦？你才来听的嘛？这个嘛，你还是过来的。我们现在这个人，那我配单单的马上就4秒钟就行。阿姐的要尽量的扭一些，这张唱不是那个。我这里带了嘛用？阿佳是一个不漏。我的天，这个。啊，哎呀！真棒！这次要不要送给姐姐一个？多一个，对吧？你说姐姐下一个给你出一个什么？脸皮车上面还有，你再来。快来！好，等下这个全还有一个，部还有大很多。赢了是输了？他们直播为什么充电好慢？输了哦不，完蛋了！谢谢李哥，谢谢送来热气球，感谢。那个我也说不了。谢谢。哎，走了，人家的不会感谢的。哎呦，谢谢。完蛋了是吧？人家不好。我不知道啊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苏拉的。跳啥？哪个？带哈达，要真正去拿那个去对面车上面还有，这等会儿还拿送那个应该送苏拉吧？是不是？应该是这个。应该让你看一下。真是香肠。那个的这个里的干嘛？跳。
电瓶车上面他说。这是苏拉，对对对，苏拉和古典梦。跳的太舒服了。对。感冒了好几天了，你下午才进练好累啊！他们怎么说？啊？没怎么说，我根本没注意到看那些。我没注意看那些。好像没人看是吧？肯定有人看了，50个人没看，有人看。拍完了吗？你们还要拍吗？你们要走吗？那就你要还要单独拍吗？你一共单独拍？对，单独拍吗？我要。你跟他说一下，他收了。谢谢那你跟他还拍过？哪个？收了还拍过？来吧，他拍过。休息一下吧。好，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谢谢送来闪耀星辰。没事，你不要动，你直接拿。别休克了。休克。好，那你们走的话，不用，你们走不走嘛？你休息一点儿拍的嘛。反正你插上那个电，不是带个电池。带了一个。我选个歌吧。哎，随便挑了一个。学校还是幼儿园的意思？我们幼儿园也有那个教保护。
个歌叫什么歌了？完整吗？低过了。还有最后一幅，他拍了之后就回家了。一点都不会的放了。他现在最后一个拍了几个，他有一起跳，然后他不单独的。手机没电，他插那个电就有，早就完了。你要跳这个跳了之后，回去直播。加什么班啊？那也好啊。快送哈达来喽！给苏朗送哈达。哎呀，不行，我那个充电器连了2个，一个连那个相机，连了苏拉的那个手机。他手机没电了嘛，10%都没有。应该几啊？17%还可以吧，那就坚持回家。这个可以吧？这个节奏比较快。这是西藏国庄跳起来，这个6分钟哦。他肯定跳不完，我想就好。你手机啊，我帮你拍嘛。手机拍不拍？没事没事。哎呦！
这里检查完就看完了。问你还有多久？哦。电回来了，刚刚回了，你差不多也累到了，6分钟你跳了半，3、4分钟，可以了。出了一点感吧，没好。哦。好长哦。 6分40多秒，对吧？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连在一起那个是大场风云那个第3分钟，西藏国庄跳圈。 就刚才那个嘛。啊，西藏国庄，对。我感冒了，然后头就会一阵的痛。没事，看得到。他的拐弯儿有问题啊，新手的嘛，你在踩机。谢谢打工仔，谢谢大哥。